今晚梁思齊陪大家睇天氣，我哋飛去美國睇下。受到冷暖氣團相遇影響，美國中部天氣惡劣，有大雨、雷暴同冰雹。當局已經對廣泛地區發出龍捲風預警。範圍由印第安納州、肯塔基州一直延伸至密西西比州同埋阿肯色州㗎。而嚟自加勒比海嘅潮濕氣流，未來幾日會帶嚟連續嘅降雨。阿肯色州、肯塔基州至到俄亥俄州一帶累積雨量可能會超過250毫米，就係相當於4個月嘅總雨量，或者會引致水浸、河流泛濫同山泥傾瀉。佢睇埋世界其他城市嘅天氣。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驟雨。紐約驟雨，多倫多天晴，芝加哥明朗。廣州天晴，澳門有雨。廈門多雲，台北天晴。上海多雲。北京多雲。瀋陽有雨，首爾多雲。大阪、東京多雲。曼谷雷暴。吉隆坡、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雷暴，胡志明市明朗，馬尼拉明朗，墨爾本驟雨，悉尼驟雨，布里斯班驟雨，惠靈頓奧克蘭驟雨，孟買明朗，新德里大風，卡拉奇天晴，羅馬有霧，蘇黎世天晴，巴黎明朗，法蘭克福、倫敦、阿姆斯特丹天晴。而本港方面，截至夜晚7點半，預測係大致天晴。聽朝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8度，新界再低2-3度。日間乾燥，最高氣溫大約23度。稍後漸轉多雲，吹和緩東風。聽日初時離岸風勢清勁。展望星期六大致多雲，有1-2陣嘅驟雨。而隨後1-2日短暫時間有陽光。下個禮拜中期日間相當溫暖。預測聽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7，強度屬於高。天氣先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